今日同大家去老街站 F 出口，冇講咁多，上咗呢一條樓梯，再同大家講1、2、3、4斜對面嘅呢一個位置啊，認住漢界韓式烤肉，一間我食第3次嘅餐廳，我覺得呢得3樣嘢嘅啫。第一，性價比；第二，啲嘢真係好食；第三，真係有一個位置可以同我班朋友坐喺度傾下偈。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服務啊，飲食嘅前菜 review 夠唔夠快先，睇埋個海鮮 menu 啱唔啱食，仲有啊大量嘅啤酒啊，韓式嘅米酒呢度都有嘅，最緊要就係呢幾罐果汁啊，嚟親必攞啊！開餐之前呢，即刻嚟個快閃俾你哋睇下有啲咩食，正唔正？準備好開餐！第一樣嘢呢，就係叫咗呢個石鍋咖喱牛肉飯，睇到嘅畫面呢，已經知道有冇料到啊！呢度嘅牛肉嘅全部都係一啲牛腩啊嗰啲嚟，好腍，配埋個咖喱，啱啱好啊！第一道菜厚切五花肉，我哋一齊嚟睇下佢靚唔靚仔先。嗱，睇唔睇到肥瘦相間啊？呢啲就叫靚仔。放喺炭爐上面燒，呢一啲嘅油花已經聞到香味。五花肉咧就切到厚薄啱啱好，大概係半隻手指左右啦。烤到表面金黃嘅招菜，邊位咧就微微捲起，肥肉嘅部分啦已經收縮到變到透明，入口即化。我哋梗係唔執輸，即刻包住新鮮嘅生菜食，清爽嘅菜味中和咗肉嘅油膩感啊！厚切橫膈膜咧，橫膈膜係切到每一條啊，好似手指一樣咁厚啊，烤到表面啊微微嘅香脆，裏邊仲保持住粉嫩啊！一用鉸剪剪開嘅時候，睇唔睇到啊？個肉質嘅紋理幾鬼清楚。嗱，橫膈膜咧食佢啲乜嘢感覺？係食佢一啲堅韌得嚟，但又彈啊，但又唔會韌。點埋呢一個秘製嘅果味醬，你唔好以為好貴喎，細份係58蚊啊！粉紅嘅肉色夾住咗大理石花紋嘅雪白油花嚇，放咗喺個炭爐上邊，慢慢燒，將啲油逼晒出嚟，用個鐵夾慢慢將呢個翼板肉反轉，睇唔睇到啊？肉面咧慢慢變成呢個金棕色，邊位微微嘅焦脆啊！一啖咬落去呢一刻啊，肉質啊係軟嫩得嚟，直頭係化喺口裏邊啊！再配埋呢個秘製果味醬汁，加埋無菌蛋啊，一份都係98蚊。一路睇住個店員喺度燒咧，我哋成班人流晒口水，一有得食咧即刻係咁夾啊！嚟到韓式炸雞嘅部分啊，嗱呢一個啊甜酸酸辣辣醬咁樣啊，喂好正啊！即刻搶晒，每人一嚿，投訴啊唔夠厚啊！嗱，下次咧應該再追加，每人食2嚿，真係好鬼好食啊！呢隻炸雞表面嗰層薄薄嘅脆粉，再加裏邊啊好嫩滑嘅雞肉啊！嚟到呢，我自己啊嘅至愛啊，炭烤深海火箭魷，聽個名呢，原隻嘅魷魚嚟㗎，好抵食，49蚊，送到上嚟之後呢，我已經覺得非常之咁大，一路睇住佢燒，我話俾你聽呢個真係超級好食，但係前提你係要中意食魷魚啊。一路睇住佢燒呢，佢會捲埋一齊㗎，店員就會將魷魚慢慢剪開，形成捲曲嘅形狀啊！睇到係咪好過癮呢？燒到呢金黃色啲邊，微微嘅脆，就咁食啊，已經非常之咁好食啦！呢一份4隻嘅燒帶子要講多少少，因為當時第一次呢個炭火啊唔夠熱啊，其實燒得冇咁靚㗎。店員即刻同我哋換過一份新嘅，再燒過俾我哋食。可想而知佢哋追求嘅細節同埋用心係幾緊要。第二次燒嘅出嚟就係呢一個效果啦。點話沙比點醬油食真係正，非常之咁鮮甜。
蒜蓉烤大生蠔，每人有一隻，總數咧就有5隻嘅。睇到啦，蒜蓉鋪晒成個面啊，大大隻，一啖過，非常之咁滿足啊！嚟到重頭戲啦，主角要出場啦，我稱呼佢做咧見過身嘅鰻魚啊！嗱，點解會咁講呢？佢個正確嗰個名咧就叫做瘦身脆肉鰻，極致爽彈嘅。首先咧，未烤之前睇咗佢嗰個質地咧偏瘦嘅，喺呢一條鰻魚咧感覺咧就好鋼條身形，一路烤咧就已經知道咧佢有料到啦。個皮咧特別捲曲㗎，即係話特別脆，而佢個肉質咧一路燒咧越收縮就越緊緻㗎。鰻魚咧就有2種食法嘅，第一種就梗係點醬汁啦，特製醬啦。另外嗰6嚿將會就咁落鹽就已經夠味啦，即刻將佢變成小手卷啊！配埋少少嘅 wasabi， 個辣度啱啱好啊！雪花豬頸肉，顧名思義，炭火烤嘅豬頸肉一定係好好食。大家喺畫面上面睇到咧，將個豬肉咧燒到表面嘅香脆啊！我哋一齊嚟睇下咧，呢一個豬頸肉係要幾多錢啊？話俾大家聽，45蚊咋，非常之咁抵，即刻追住食啊！去到最後，一定要同大家睇下大眾點評有啲乜嘢套餐喎，有2人餐啦，有3人餐，好多餐，梗有一款啱你食嘅。